好，谢谢。好了，我们刚刚唱的那个就是说阿美族的男生很会抓鱼，很会设陷阱这样，所以请各位诸位女士们不要轻易的爱上阿美族的男人，他们会设陷阱，爱上。不好笑。然后女生很会拿藤心，也会拿那个纸丢，不知道怎么讲国语，就是长在那个海边石头上面，有没有？那个叫什么啊？碧螺还是什么？贝壳，我不知道，有人在吃贝壳的吗？反正就是有甜的，有甜很甜啊，你去沙锅就很好吃的那种。不是很甜，是它有甜，不吃但是有甜。对，反正就很好吃的一个生物品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再去说阿美族的老人家很喜欢拿这些东西，然后加一些配料。就这首歌是这样，就这样。对，然后接下来这首歌，我们必须把情绪弄到最低点。因为这首歌是一种内心深处的一种快乐的歌曲。这首歌就是那个好想你的英文怎么讲 ？Good miss you。好想好 ，miss you very much，miss you very much。真的好想你啊！当然，这个要交给我们的另外一个男主角，老祖在我们后面，给他拍手2下。我今天来看表演，然后不一定要看到我，没关系，听声音就可以了。等一下你们听的时候，像你在表演的时候，不要伤害你们的眼睛，因为等一下视力会不好。你就闭眼睛听就好了。好，这首歌呢叫做《好想你》，是我们的女主唱劳瓦所创作的一首歌曲。还有高啊高。然后他今天有来，可是他今天不想任何人，所以说就由我来唱哈。刚好又有买花的那个阿姨，谢谢阿姨，我们给阿姨真的是哦，在这个工作上面。阿姨，今天你在卖这个花的时候，你在想谁？阿姨不是我讲话是后面。阿姨心里可以。哇，他已经经过司令台了，他是我们第3跑道的选手，来自花朵国，来服务工程，还是好了，我们就这样在阿姨美妙的这个贝斯声的伴奏之下，我们直接来一首，直接一个杀到心坎里的一首歌曲，好不好？好。由劳瓦来创作，但是不是他唱的歌曲。好想你由我们捞出来唱，因为我唱一定是广听。哎，是，千万不要这么说，虽然大家都知道。哎，是啊，因为才第3首歌。听到旁边了。对，因为才第3首歌，所以还可以退票。好，我们就开始喽，不要浪费时间。谢谢阿迪啊，谢谢啊。好想你，所有艺术团队。谢谢啊，谢谢你。要买的啊，我买一把，这个香水百合啊，都买一把，阿弟要买一把还给妹妹啊，200块便宜呀，看这样漂亮的话，给妹妹啊。来买花啦！好，谢谢，我买一把，多买一把。好，谢谢。
轻轻把泪拭去，手眼你诉吧来，你在哪里？我被失火的心一直在这里，手眼你诉吧来，你在哪里？我被失火的心一直在这里。